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件恐惊是真冤枉。高雄一个蔡小姐，2年外前阿嬷破病住院爱找看护，伊伫病院的柜台找到一张中介的名片，就透过这个中介找到看护来顾阿嬷。想袂到1礼拜后，这个外籍看护转去互专勤队掠去，伊才知影讲去请到逃走的义工。这蔡小姐嘛因为安尼，互劳工局来罚钱。 伊真不服，提出着行政的诉讼，最后也是败诉，爱罚10万块。这个蔡小姐是真委屈，伊讲一般的民众免哪会知影讲这个看护是毋是合法的咧？这相关的单位根本就无咧把关监督。 我觉得我内心很不平衡。蔡小姐感觉真委屈，因为2年外之前阿嬷破病住院，要请看护，煞互伊打着地雷。我就选了一张，就是上面有写合法的看护的一个名片的资讯，我就打电话过去，所以他们就委派一位越籍，然后会讲台语的看护过来。 伫病院柜台摕到有印合法2个义工看狗仔看护的名片，想袂到煞请到逃走的义工，所以罚钱。伊阁专工拍行政诉讼的官司，毋过也是败诉，阁要60万块的罚款。是真的因为受骗而却要背负这么高额的10万块的罚金，我觉得也不合理。记者行到病院，看到有替人看狗仔，就伫病房拍名片，有民众摕到几啊张。对这个需要看护的民众来讲，有可能 拄着和蔡小姐同款的状况，劳工局讲要请外籍看护，要请对方提出相关的证件。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居留证，因为居留证上面其实会有相关的照片啊、姓名一些基本的资讯，仔细核对一下，说他的证件跟本人是不是相同。不过蔡小姐认为，官方应该设立一个申请看狗的平台，政府来斗把关，让民众会当安心请人，唔是颠倒搁变做拿水尾渡人的受害者，搁爱罚钱。